你有冇去過一個從來冇去過嘅地方，突然發覺自己好似喺夢入邊見過？或者你信唔信呢個世界上真係有親人託夢啊？冇人估到託夢呢個只會喺古代傳說入邊出現嘅橋段，喺現實生活當中真係有人曾經喺夢入邊將自己嘅遇害經過、遇害地點話俾自己嘅親人聽，另一單連警察都冇辦法破解嘅凶案，最終得以揾到真凶。而呢件事仲要被央視完整記錄咗落嚟。大家好，我係講古仔碌斌，今日我哋就嚟講一個被央視殺貝寧時間完整記錄在案嘅真實奇案。呢個案件亦都被號稱為央視曾經播出嘅最靈異案件——張永成託夢尋屍案。張永成常年獨自喺長白山腳下邊定居，靠收購山貨維持生計。佢性格溫和，同本村嘅婦女劉曉琳合夥經營山貨生意，兩個人往來好頻密下嘅。喺2008年嘅6月11日嗰晚嘅10點左右，張永成喺劉曉琳屋企整理完啲貨品之後，自己一個翻返去屋企。兩家人呢相隔唔夠幾十米，正常步行2-3分鐘就到噶啦。但點知道張永成就喺呢條路上人間蒸發。開頭劉曉琳淨係以為張永成臨時出去收貨，並冇覺得異常。但係連續幾日張永成嘅電話持續關機，屋企度大門又關埋，人影都唔見一隻。6月17日，劉曉琳打掃自己院落柴堆嘅時候，喺柴草深處發現一件男士迷彩上衣。佢一眼就認出嚟，呢件衫正係張永成日常穿着嘅外套。但再認真一睇呢，衫上面布滿晒啲乾咗嘅血跡。佢喺驚恐之下就即時走咗去報案。警方迅速到場取證，DNA 鑑定結果證實，衫上面嘅血跡全部屬於張永成本人。一單失蹤案即刻升級成為惡性疑似兇殺案。但張永成嘅屋企門窗係完好無損嘅。屋內嘅財物貨物都冇丟失痕跡，唔存在入室搶劫謀財嘅特徵。咁張永成係受傷走甩咗啊，抑或是已經遇害呢？民警組織大量人力地毯式搜索，行勻晒附近嘅山溝、河灘、灌木叢，連續幾日去排查，一啲收穫都冇，揾唔到生人，更加揾唔到屍體，案件陷入咗僵局。與此同時，警方都通過人際關係揾出咗涉案嫌疑最大嘅3個人。劉曉琳，佢同張永成嘅關係一早已經超越普通合作夥伴，可以話已經係情人關係。同時，劉曉琳嘅老公顧大海可能已經知道佢老婆同張永成嘅關係。除此之外，劉曉琳仲同另外一名男子韓志剛存在親密交往。可以話佢哋4個人之間嘅關係簡直係錯綜複雜。於是警方對佢哋都做咗深入嘅調查，結果發現顧大海就職鐵路系統，熟悉成片鐵路沿線地形，具備拋屍嘅地理條件。但佢提供咗值班記錄，暫時冇直接證據指控佢。劉曉琳擁有最後接觸張永成嘅時間窗口，但係佢缺少獨立行兇、轉移屍體嘅體力條件。韓志剛行蹤飄忽，喺張永成失蹤之後行為反常，但冇任何嘅物證可以將佢同失蹤案關聯。所有人都只係懷疑對象，一個突破口都冇，案件就此停滯。距離張永成失蹤已經過足1個星期啦，邊個都估唔到打破僵局嘅線索會以一場詭異嘅夢境形式喺千里之外傳咗過嚟。張永成失蹤之後，遠在遼寧鄉下嘅姐姐張燕心急如焚，兩姐弟自細就相依為命噶啦。唔知道個細佬失蹤咗，張燕就日夜煎熬，終日惶恐不安。呢度講下先吓，呢個遠在遼寧嘅姐姐同佢弟弟所在嘅長白山距離成300幾公里，隔咗差唔多1個比利時，差唔多亦都係廣州去汕頭嘅距離。而喺從6月12號深夜開始，佢就開始反覆咁發一個清晰到毛管戙嘅噩夢。喺夢入邊張永成成身都係血咁樣，企喺荒草叢生嘅鐵路隔籬，
心口嘅位置布滿晒傷口，面色慘白。佢反覆咁同張燕講：家姐，我俾人害死咗，埋咗喺火車站西邊、鐵路南邊嘅灌木叢荒地嗰度。你帶警察過嚟，向下挖2米，一定要幫我申冤啊！佢呢個夢境場景啊，非常之具體，延伸向外嘅軌道，成片齊腰嘅雜草，一處新翻動過嘅土煲。夢入邊嘅張永成不斷重複地理位置，每一次嚇醒，張燕都成身飆汗，心臟噗噗噗噗咁跳。啲親朋好友就勸佢啦，話佢只係過度憂慮產生嘅幻覺，千祈冇亂諗咁多啊！但係連續4晚夢境循環上演，細節不斷加深，就好似有人喺個耳仔邊一次又一次咁講同一番說話。強烈嘅不安最終驅使佢下定決心，自己一個趕往吉林長白山。抵達長白山公安局之後，張燕直接向辦案民警講述佢託夢嘅全過程。在場刑警常年處理刑事案件嘅，咁佢哋信奉嘅呢係刑偵物證，冇人會信啲咩虛無縹緲嘅夢境可以尋屍，更加唔好話有鬼魂過嚟揾佢啦。咁當時嘅巡特警大隊政委吳金友事後就喺央視採訪入邊話：託夢呢樣嘢冇任何科學根據，佢內心根本就唔信。但當時張燕嘅情緒非常激動，反覆希望警方可以跟佢夢中嘅地點睇下。咁專案組商議之後決定啦，雖然概率就渺茫咗啲，但都冇可能忽視人哋家屬嘅訴求噶。同時亦都希望實地走訪可以安撫下張燕嘅情緒。咁幾名偵察員就跟住張燕出發啦。所有人心中都有一個預設，就係呢一趟只會無功而返。但係當部車抵達長白山火車站區域嘅時候，一眾身經百戰嘅刑警當堂吽晒。張燕根本唔需要問路，甚至一啲猶豫都冇，就好似一個長期生活喺呢個地方嘅本地人咁，指引住車隊向西行進，沿住鐵路南邊嘅道路直行大概800米。道路嘅盡頭係人跡罕至嘅荒野，生滿晒密集灌木同埋野草。落車之後，張燕直接穿過嗰堆野草，避開晒分岔路，精準咁停在一笪唔顯眼嘅土煲上面。佢踎咗喺度，指住個地下，好確定咁話：就喺呢度，挖落去，我弟弟就埋喺下邊2米。偵查員一眼望過去，成片荒地一望無際，相似嘅土煲有成幾10個，根本就冇明顯標識噶。但係張燕呢，並冇四周圍張望尋找，直接就鎖定咗目標點位。咁偵查員即時就攞個鐵鏟出嚟挖啦。表層土壤非常之謹慎，但挖咗1米之後，土層就明顯鬆軟咗啦，同四周圍原生土地質地差異巨大。持續挖咗2米深度之後呢，個鐵鏟開始掂到啲軟腍腍嘅嘢啦。民警小心清理冚喺上面嘅泥土啦。慢慢，一張床單包住嘅人形軀體就咁展露喺大家眼前。逐層掀開床單之後，死者嘅樣貌、身形同失蹤多日嘅張永成完全吻合。法醫現場初步勘驗，死者身上多達13處銳器傷口，心臟嘅位置有一處貫穿傷係致命傷，死亡時間同張永成失蹤時間高度吻合。後續 DNA 鑑定正式確認死者就係張永成。唔喺呢種情況下，唔好話警方啦，普通人都會即時判斷呢個家姐唔係兇手就係知情人。但後來經過警方周密嘅調查之後，發現呢位家姐根本冇作案嘅時間同動機，同埋以佢呢個得1.56米嘅瘦小身形，都好難以自己嘅力量殺死一個1.83米、體重200斤嘅人，仲要埋到去咁遠嘅地方。甚至喺案發之前，張燕係從來冇嚟過長白山，佢唔熟悉當地任何一條道路、任何一片荒野，甚至都唔知道長白山火車站周邊嘅地貌。一名千里之外從未涉足此地嘅外地女性，並非兇手又或者係知情人，
僅憑一場重複嘅夢境就精準定位隱蔽嘅埋屍地點。呢個夢境尋屍奇聞迅速傳開咗，喺當地引發巨大轟動。屍體出土之後，命案就正式立案啦。兇手掩埋屍體之後，刻意抹平地表痕跡，荒郊野外又缺少目擊證人，現場好難提取清晰嘅腳印。咁就喺警察頭都大晒嘅時候，另一個人就跳出嚟指證兇手啦。呢個就係顧大海嘅弟弟。弟弟同警察講啊，佢哥哥冇幾耐之前將2把鋼刀攞俾佢，叫佢自己收埋佢。唔係見到個命案發生之後啊，佢係驚佢哥哥殺咗人，自己會受到牽連呢，於是反手一個就報警。但係點知啊，警方檢測之後發現啊，鋼刀上面冇血跡，甚至都唔符合張永成嘅傷口特徵添。呢個時候，顧大海先同警察坦白，因為佢知道自己老婆同張永成係情人關係，驚自己遲早會俾人懷疑，所以啊，提前將2把鋼刀就攞俾佢弟弟收埋起身。所以顧大海呢，亦都算係擺脫咗嫌疑啦。咁而最後一名嫌疑人，警方好快通過佢嘅行蹤，發現咗一大疑點。張永成屍體被揾到嘅第2日啊，韓志剛就冚清收拾行李，對外聲稱話去山東睇個女，手機呢仲要經常關機，行為舉止都非常反常。咁專案組啊設下計策啦，特登向外放出風聲，話偵查方向發生轉變，攞嚟麻痹個兇手。咁單3日之後呢，自以為風波平息嘅韓志剛又靜雞雞翻嚟，俾埋伏嘅民警當場揸獲。與此同時，有個村民仲提供咗關鍵線索，話案發當晚韓志剛問佢借過一部獨輪車，話要運送沙土。咁還翻部車翻嚟嘅時候呢，部車洗到非常乾淨，簡直係立立令咁，顯得非常反常。咁警方即時就扣押咗呢部獨輪車啦。雖然肉眼已經睇唔到半點嘅血跡啊，但最終喺技術人員嘅細緻檢查下，喺車斗底部嘅膠帶罅隙入邊揾到微量乾涸血跡。DNA 比對證實，血跡就係張永成嘅。咁警方隨後從咗韓志剛嘅院入邊搜出咗2把尖刀，同張永成身上嘅13處傷口完全對應。喺鐵證面前，韓志剛終於冇辦法啦，完整供述咗全部嘅作案經過。原來韓志剛同劉曉琳長期保持情人關係，後來佢因為唔滿意劉曉琳同張永成因為合夥做生意往來頻繁，甚至暗生情愫，所以滋生殺意，甚至用打算嫁禍俾劉曉琳嘅老公顧大海添。佢為咗掩蓋罪行，提前趕到鐵路南側嘅荒地，預先挖好2米嘅深坑，靜待動手時機。去到6月11號夜晚，韓志剛埋伏喺劉曉琳屋企隔籬嘅沙堆嗰度。到咗晚黑10點鐘，張永成辭別劉曉琳行出個院門，韓志剛就即時衝上去，攞把尖刀瘋狂咁捅佢。張永成搏命走人啦，最終冧喺沙堆隔籬失血身亡。唔係搏鬥之中，佢件迷彩外套甩咗落嚟，俾韓志剛隨手劈喺柴堆入邊。行兇之後，韓志剛翻屋企推咗部借翻嚟嘅獨輪車，鋪上塑料布，運送遺體前往事先挖好嘅土坑掩埋。填好啲泥土之後，佢仔細咁撫平個地面，消除挖土痕跡。佢心諗，呢度荒郊野嶺常年都好少人嚟嘅，埋到咁深嘅屍骨，永遠都唔會俾人發現。但係佢千算萬算，根本算唔到一場跨越幾百公里嘅怪夢會指引警方尋找埋骨之地。去到2009年嘅3月17日，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韓志剛故意殺人罪名成立，行兇手段殘忍，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呢單案件啊，亦都喺被殺貝寧時間呢個節目播出之後，喺民間引起咗好大嘅討論。有人就認為啦，張永成係因為含冤遇害，心入邊有好強大嘅執念，所以就跨越距離去到姐姐嘅夢境入邊，指引自己嘅親人揾翻自己嘅遺骸，洗刷冤屈。而有部分嘅心理學者呢，就提供咗另一個理論，佢話姐姐知道弟弟失蹤之後，會長期處於重度焦慮、失眠、精神緊繃嘅狀態，
咁大腦喺瞓覺嘅時候就會將啲碎片化嘅傳聞啊、各種各樣嘅猜測啊、擔憂啊，構建成為一個完整嘅夢境。所以呢個呢，就並唔係啲咩仙人託夢，只不過真係一場夢嚟嘅啫。但係呢個講法係一個致命漏洞嘅，因為張燕從來冇去過埋屍嘅區域，好難可以解釋佢點解會有咁高嘅定位精準度。除非話佢就係兇手本人啫。但呢單案嘅調查結果都證實，兇手係另有其人。嗱，其實如果我哋睇翻以前嘅歷史呢，類似夢境尋屍嘅記載係唔係一個孤例嚟嘅。遠喺1827年嘅英國就曾經發生過一單非常著名嘅紅谷倉謀殺案。呢單案入邊啊，繼母反覆夢見繼女俾人殺害，而且埋屍喺紅谷倉入邊。咁佢老公就走過去睇下啦，果然挖到條屍出嚟。呢單案啊，至今依然記載喺英國犯罪檔案入邊，絕對唔係啲咩民間傳說嚟嘅。唔知道聽完呢個故事之後，有冇勾起你嘅少少回憶呢？嗰個你喺夢入邊曾經見過嘅場面，真係喺後來嘅某一日喺現實當中俾你重遇。嗰個你曾經逝去咗嘅親人喺某一日深夜向你託夢，同你講一啲你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嘅說話。如果有嘅話，歡迎你喺評論區入邊同大家一齊分享。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鳴嘅。咁好啦，本期節目就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本期分享嘅內容，希望你開幫手點個 like，呢個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咁如果你仲未訂閱我頻道嘅話，都非常希望你可以點個訂閱嘅。每個星期我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詭異事件，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咁如果中意聽我講更加多嘅故事呢，都可以用一杯飲料嘅價格加入我嘅 Patreon，收聽更多長篇恐怖廣播劇，搞笑、刺激、恐怖嘅都有，任君選擇。我係講古仔碌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